點解熒光燈管會一閃一閃？閃爍主因一般有以下3種情況。第一種情況係燈管問題，直接換一支新嘅就得啦。通常係因為燈管壽命到期，燈管內壁塗層圖輪或三基式熒光粉發光物質已耗盡，造成燈管兩端電極發黑，無法正常點着。正常使用壽命為8000小時。第二種情況係啟動器儲電電容已無效，作用係開燈一刻啟動點着燈管。因內部雙金屬片損壞及液體已乾，導致無法順利過渡電流，換一個新的啟動器即可。第三種情況，圈線鎮流器火牛，用耐咗老化或燒毀，無法提供穩定電壓。另外一種情況係燈腳配件，燈腳氧化，造成接觸不良。又或者燈管腳位與燈座生鏽或鬆動，造成電流傳導不穩。如果你不確定點做，請諮詢專業電工師傅意見。拆舊換新照明工程由持牌電工師傅進行安裝。聯絡電話：91808452。